无锡拈花湾目前是无锡人气最高的景点之一，而且这种人气贯穿了全年，实属难能可贵。这么好玩的景区，很多人以为需要花时间很长，其实拈花湾需要花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大约6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。关键是游玩的时间很讲究，最好是傍晚时分入园，在里面禅意民宿住上一晚，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离开，这样前后住宿14个小时左右。还是得赶路。走。拈花湾最具观赏性的是晚间的禅意灯光秀。穿过去，这里面就是岛。整晚的表演时间从18点30分开始，到21点45分左右结束。节目是循环表演，非常漂亮。香月花街是拈花湾禅意镇的主要商业街，这里沿街都是文创用品和禅意体验项目，也有很多的当地美食，可以在这里的夜色中安闲地漫步，购买文创用品，享受美食。拈花湾作为灵山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总体以禅为主题元素。所谓的禅是指心态安宁、生活安康。与目前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市民需要慢生活，心灵获得安详的诉求不谋而合。禅连接了灵山文化景区整体的佛教文化与旅游度假双重命题，让拈花湾拥有了东方禅意生活乐土、世界心灵度假花园的总体定位。禅意美学在商业街的体现，拈花湾小镇的核心商业区称为香月花街，有餐饮、民宿、茶艺、佛教周边等商业活动。商铺出售的产品大多具有浓厚的禅意文化。香月花街贯穿拈花湾南北，街边为古典建筑，这里的建筑以唐风宋韵为主，古朴典雅，尺度宜人。在这里可以亲身参与欢喜抄经、吉祥花供、禅茶一味等10多项特色体验项目。此外，
这里还有各种的文化创意产品、美食小吃，以及风格主题各异的主题客栈。莲花塔是古典木结构的楼阁式塔，四方5层，由须弥座台基、塔身、塔刹组成，是莲花湾小镇主街区香月花街的最高点。现在是33。那你说最大那个演出？最大那个7点半就在回去。现在是这样的，听我讲，6点半，这个是6点45，然后再往前走一点点就是7点，然后7点看完之后坐车上去，然后看的是7点半，7点半下来。那我跟那个司机就预约8点的门口接我们，8点或者是咱溜达回来也行，8点半接咱。那样打不着车。是完事儿了啊。倒计时6分，倒计时还有多久？对，走了还6分钟呢。还也不太想哭。看哪儿啊？那个是咋的？就是那里的东西装上了车嘛，就是摆上路了。表演区域，游客直播，一会儿是那表演。就站哪儿啊？问。你在说哪句话？就刚才我在这个玻璃看。哇，这里有客栈。刚刚那不是有吗？是袜子。先找到招呼一下子。你说直播69，我估计你找那个导游一买，应该就是500块钱。是这儿啊？开始了，没开始。还有6分钟。上哪儿站呢？就在这边表演，是吧？我也找不到。是这儿吗？我觉得应该这儿。
香月花街沿街的你上那台阶上站着就行了，最高的。你太近了，你也效果也不行。我在哪儿？上台阶上，赶快上出来。秀的太湖山水，热情洋溢的小镇大众，因为各位的到来而沸腾。生活的禅意在这里升华为美学的享受，禅意的生活在这里汇成。各位游客，大家好！烟花湾亮塔仪式即将开始，请大家按地标站立，耐心等待，文明观演。观演时请佩戴口罩，避免聚集，注意安全。感谢你们配合。烟花湾祝您乐享禅意时光。我这个我都收不进来那尖儿。这个有点放得太远了，但是我不会动，好像收不找不回来。因为我的这太大了，我就到这种程度，这还是后者。千百年来，禅在中国深耕兴盛，开枝散叶。深入侵润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，与中国传统文化水陆交融化为一体，也能用。大众的传统文化生活也时时处处受到禅的灌溉滋润。今夜。香月花街沿街的禅意店铺、作坊、馆舍主人们以花香茶情道的展示，热烈欢迎各位的到来。希望大家在拈花湾禅意生活的体验中广结善缘。绵延数里的香月花街，唐风宋韵的店铺建筑，疏朗清秀的太湖山水，热情洋溢的小镇大众，因为各位的到来而沸腾。生活的禅意在这里升华为美学的享受。禅意的生活在这里汇成欢乐的巡游嘉年华。检验一下啊，到这里。千百年来，禅在中国深耕兴盛，开枝散叶。
走了。